主行2024年5月1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较无圣神，性命更新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彼得前书第1章13节到21节。所以，恁的心志着准备变，着警醒，专心仰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所要赐恁的恩典。着做顺服的囝儿，毋通照恁前毋捌上帝时安尼放纵私欲。好叫恁的上帝是圣洁，恁伫一切的行为嘛着圣洁。因为圣经有记载，恁着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。恁既然求叫用同一个标准，照逐人的行为审判人，迄位做爸，就着用敬畏的心，伫世间的日子做侨民生活。因为恁知，恁受赎回，脱离祖先留互恁迄款无路用的传统，毋是用画败坏的金银，是用迄位无缺点、无污点的羊羔基督所留的宝血。基督伫创造宇宙以前，先互上帝竞选，伫即个末期才为着恁显现。恁通过基督信互伊，对世人中搁活，搁赐予阳光，迄位上帝。安尼，恁的信甲仰望拢在伫上帝。较无圣神，性命更新。法人崇尚所谓的孝道，甚至实行祖先崇拜，却常常是只有做表面功夫，未必然完全发自内心地孝敬父母。特别对遐个捌受长辈苦毒对待的下一辈来讲，孝道就亲像倒来石头缀伫头壳顶，互人喘气袂顺。恁妈妈甲伊的查某囝开讲的时，回忆家己幼年常常互老母来正面和鞭拍，若是遐个伤害的话犹诚清晰，风拍会痛疼，哪像犹得疼。讲咧讲咧，恁妈妈的语气也激愤起来。这时，查某囝对妈妈讲：“你讲外妈伫你细汉的时安怎骂你、拍你？可是我细汉的时，你也是安尼在对待我。”恁妈妈真震惊，因为伊全然袂记得遮个代志。最后，伊承认家己可能情绪失控，无察觉伊当年对查某囝的拍骂，已经对查某囝造成伤害。根据心理学研究，一人当年的时受错误对待的痛苦经验，若无处理好势，成年以后也真容易承袭同款的行为模式，继续造成下一代的伤害。安尼的家庭伤害，就亲像经文所讲，是一种组团的败坏。后来，恁妈妈开始学习祈祷，邀请圣神光照伊内心深处压抑的痛苦回忆。伊也伫基督中向主耶稣真情吐露心意，甲真实的感受和情绪拢一真讲出来。经过一遍搁一遍的祈祷，恁妈妈的内心渐渐平静落来。伊也做饶恕的祈祷，也袂搁再对老母当年的言行论断批评。当伊的内心变甲温柔，回忆内面就浮现家庭温暖的美好画面。当伊顺服真理，也甲老母、甲家己、甲查某囝重新和好，会当对心底热切，彼此相疼。这确实比趁得金仔、银仔搁较宝贵。基督所留的宝血，
就亲像迄无瑕疵、无污点的羊羔的血，倒来完全的赦免洁净，互信的人成做公义圣洁。基督受难以后，第三日对死搁活上天，特别所应允的圣神降临，充满信徒，倒来属天的能力甲生命更新。圣神搁相似合一的心，互咱恢复甲上帝甲人的关系。圣神是永远的保惠师、为助者和生命的导师。圣神引带人祈祷的经验，会人搁较真实经历主耶稣，互人踮伫基督内面，过代志已经过去，但拢变做是新的。当信徒追求圣神充满，教会的聚会就无搁再是形体如仪，上教会毋免带面躯，信仰也无搁再甲生活脱节。祈祷会当互咱搁较亲近主，经历更新，甲主恢复关系。耶稣徛起来大声讲：喙焦的人着来我遮啉，信我的人，照圣经所讲，有活水的溪会对伊的腹内涌出来。耶稣即句话是指信的人特别接受的圣神，信搁较无祈求的人，特别应允要甲圣神赐予伊，互伊心中涌出生命的活水。默想，生命要安怎才会当更新脱离败坏？我是毋是较无伫基督中，互圣神光照、启示、安慰、透放？生命要安怎才会当更新脱离败坏？我是毋是较无伫基督中，互圣神光照、启示、安慰、透放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用宝血洗净我的罪，求圣神互我伫逐日的基督中经历安慰、更新、引带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